今次呢個獎呢，係關於上年強颱風銀杏吹襲期間嘅一次夜間搜救。我當時嘅身份係一個拯救員，直升機去到現場嘅時候，風速係高達50海里，浪係高達6米嘅，船隻相對唔穩定，所以直升機係需要喺一個較高嘅情況下，大概170尺進行吊運嘅。當我落到架船嗰度，巨浪不停咁樣打埋嚟。我唔單止要控制相對混亂嘅現場環境，亦都要照顧傷者，最後亦都要安排佢哋上機嘅先後次序。呢次係我加入政府飛行服務隊以嚟最有挑戰性嘅一次拯救任務。得到呢個獎，我最想多謝係一齊出動嘅整個團隊，無論係直升機機師、空勤主任，同埋喺背後支援嘅飛機工程師同埋飛機技術主任。係整個團隊嘅合作、信任同埋默契，令到我可以完成呢個拯救嘅。